喜乐的代志吼。特别是咱看到咱有当啊离开咱真久的姊妹，吼，咱转来咱中间咧，搁较心肝内搁较充满喜乐。昨咱有9点几分啊，34分吼。41分哦，迄地震实在有够大吼，互咱真惊吓。但是咱就是上帝恩典实在是灌溉咱台湾吼每一个所在安尼吼，一切拢平安吼。咱即点咱先来研今日的信息，第一首是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嘿。咱即首是咱大家拢真熟的吼，咱来研第一节就好。咱拢诚做一家人，兄弟手甲拍破下来，有真欢喜无吼？伫时光内底，咱安尼得到稳定啊，得到喜乐。因为耶稣，诚做上帝主意。因为耶稣诚做事，因为耶稣你救命，因为耶稣人有过的心。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建立地主听，因为耶稣丰收产业主属定。第二首是第521首，521首吼，你若欠缺真失望。这首是约翰福音书13章24节的源头吼，伊是安尼讲吼，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这是上帝的指示吼。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真来帮助。救主看了就欢喜，下面真是坦道理，难怪沙听，难怪沙听，难怪沙听，救心来帮助。好，来，咱再来吟要变诗402首。这首诗歌嘛真水吼，是咱的散会的诗歌。来，咱同齐来吟第一节。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到保护，假使我言行险必是正，在我搭你放手你介意，予我伫黑暗中吹光天，对吹吹是美路，这是我人生白情梦。真水的时光哈，今天咱要来敬拜赞美。咱第一首我在这里赞美吼，这首咱今日要吟的这首诗歌吼，就是真简单的是干那4节吼，就是我在这里赞美，吼，我在这里喜乐，我在这里祷告，我在这里感谢。啊，你听到慧文老师伫唱的伫大奏的音乐，你有感觉哦，你心内情我充满跳跃对无？好，咱开始咱来吟第一节看卖来。同齐来吟一个，来，我们来赞美主。我在这里赞美，我在哪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
我在哪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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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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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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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我刚刚就无够快啊，对吧？我们站起来好了哈。哦，你自己你就会当好好的伸展一下哈。啊，咱头一届吼，咱来看倒一边会较大声吼，较声音较跳跃较稀咯吼。阮拄仔伫练的时候，感觉讲哦，老师弹奏的声音，那个钢琴音乐声，你看这么活泼跳跃，对不？所以咱的灵里的那个喜乐也是要活泼跳跃哈。对，像方月安那个哦，我一直内心一直跟着跳舞这样子哈。所以你就从你的歌声，我们把它展现出来吧。来，这边开始。在这里喜乐，我在哪里喜乐？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喜乐。这边呢？我在这里喜乐，我在哪里喜乐？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喜乐。一起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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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在这里祷告，我在哪里祷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祷告。我在这里祷告，我在哪里祷告？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祷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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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在这里感谢，我在哪里感谢？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感谢。我在这里感谢，我在哪里感谢？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感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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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一切荣耀赞美主。啊，记得我在任何地方都是充满了赞美、跟祷告、跟感谢。天地稳定真正大，你你的恩宠，无论风雨也变晴。伊拢会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温，日日永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家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路为啥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的恩宠。无论风雨也变晴，伊拢在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温，日日永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家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路为啥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伊家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
咱的心盼，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路开声音声，好天地隆总三家欢喜，好天地隆总三家欢喜。大姐，请坐。我感觉伫咱一致安尼伫唱这诗歌的时候，咱咧同齐来学乐，心肝来真正感动。因为上主的水泉满满，才会吸引咱的性命，要来渴慕咱敬虔的阿爸爸上帝。伫诗篇36篇36节第8节到第9节安尼讲，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内底，阮要看见光。即点咱要同齐来念即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伊要享受咱丰盛的活命。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享受丰盛的活命。其他人所欠，伊要收束，予你甲我无欠两。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是平安。溪水打扫地也袂开花，几多的人要得到呀？几多的人要得到呀？即咱同心来祈祷，主要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何等的福气，会当得到你竞选诚做你听的查某的儿女。耶和华，因为你是主爱的，你的信实够强壮，你的公义那悬山，人民也是精神，也是大自然的一切，全部拢伫你的保庇。这特别是伫昨暝的地动的中间，阮搁较大的体会。阮投靠伫你的十个下面，阮会得到庇荫；伫你的厝内底，阮得到饱足。阮伫遮要啉快乐的活水，阮嘛要伫你的光内底要看见光，因为你是阮生命的源头。阮为阮所有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甲懊恼。愿阮对阮心所出欢喜的声，得到你的欢喜。敬虔拜在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无得批评人，就无拄着批评；无得责罪人，就无拄着责罪。恁放人煞，就要放恁煞。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527首，咱拢成做一家人，请起立来吟全首。咱总成做一家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成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来复活我的历史，我已永受主我命。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今晚，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的主恩爱三观台。当时我的当日是，当时无通当生命，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角天。现在请坐，咱做伙仰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也是拯救阮的神。愿感谢你，我们敬拜阿罗你。这是神所定定的日子，愿来到主你的圣殿，献上阮的阿罗甲感谢。主啊，阮本是罪人，你听阮，赦免阮的罪，甘愿为阮流出宝血，洗除阮的罪，献出你的性命。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认罪。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你怜悯阮，赦免阮的辜负。但是，阮确实是灵命软弱的人，你知影阮心内的艰苦。求你帮助阮学习饶恕的功课，赦免辜负阮的人。你真知阮心内一切心思意念，阮祈求阿爸爸，你帮助阮、怜悯阮，将阮所做袂到的事，完全一息交托，完全降服伫主你的面前。求你赐阮信心甲力量，伫基督内面常常祈祷，常常倚靠主，原谅别人。除去阮心内一切苦毒怨恨，保守阮的心，安慰阮的灵，用仁慈款待阮的亲人，甲教会兄弟姊妹，甚至是阮的对敌，互阮大家会当团结和谐，彼此相挺。主啊，世界即马幼儿遭受到疫情甲战争的威胁。环境破坏、天灾地变、人群纷争等等，求你保守看顾，看顾阮的教会甲每一位兄弟，安慰因，不论伫因的家庭、工作、学业，阮一切拢交托伫主，满足因的欠缺，医治因的病痛，互因伫基督内面无得惊吓，随时得到帮助。充满信心、喜乐甲平安，
阮也献上众兄弟姊妹的服侍伫你，求你施阮祝福，互因会当得到满满的平安甲福气，哪服侍哪甘甜。感谢主，阮欢喜等待你的降临，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这是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圣灵降临，求你拍开阮的心门，借着牧师的讲道，互阮的灵命得到造就，复兴属主的教会。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篇，伫圣经的后壁面，我来启兄姐来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在地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伫看顾。阿免。大家现时今仔日。咱的圣歌队要为咱带领咱来献的诗是开你的心门，请。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带着咱来拍开咱的心门。
接着咱起立来念新的诫命，请起立，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敬属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袂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在这切坐，接着牧师讲道。歹势，圣经还袂读。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记载有2位。头一位是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我来读，兄弟来听。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赦免恁的过失。第二位是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1节到32节。一切苦毒、怨恨、羞愧、宣扬、诽谤，以及一切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搁着用仁慈相款待，存怜悯的心，大家相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以上。阿们。接着是牧师的讲道，伊的题目是摇下。牧师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天临时受托今日的主题是饶赦。不过伫饶赦台先，咱要来讲咱的教会咱教会的门已经有装好，但是我较真侪兄弟姊妹无啥会晓使用。就是讲你来到教会礼拜日聚会，通常咱的门是无关无锁，所以你会当直接甲塞入来推进来。但是我有当下看人伫遐徛伫遐，那边就跟你讲要推进来那请不要转动把手，那个门把不要转因为那是锁死的那是锁死的所以伫礼拜后咱人若四散了你若是要进出进出的时如果你发现门锁的你得爱饲迄个门铃饲迄个门铃。比如讲，你若出去买菜叫12点外1点门锁起来你得按那个门铃记得按门铃来，咱讲爱饲这个电铃饲电铃嘿赶快嘛是推进来不要转动把手这是讲伫礼拜日，你若讲出去礼拜上门锁起来通常到下晡迄个铁门嘛是还袂关啦即摆这是差不多干事的作息时间要这样子如果你若周间你要来教会你发现讲内底有电火也是有人，但是大门关起来这个电动门关起来请按左边的左边的一样是电铃，但是它已经没有对讲机的功能较早是有对讲机干事帮我开个门现在那个对讲机的功能已经坏掉了已经没有了。他只要按门里面就会响，然后他会看外面是谁是自己人，他就会帮你开门也得帮你开门莫讲你看看门关起来这里走，我看个有回应看看到这里走伊当作教会门关起来
了后有时你聚会结束，你要出去，门关起来要安怎？你毋免去劳烦干事，嘛毋免去劳烦什物人，这边仔都有即个家己的开关，试咧你就会当出去啊。我还足侪人拢毋知，足侪人拢毋知。干事帮我开门，哇，那个门铃就在那里，这是里面你要出去外面的，那是门锁起来，记得开关在这里，如果你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当然你可能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若是周间要来，礼拜日要来，拄着门这开甲关的问题大概是出伫遮会记得伫你的右手边右手边有即个开关因为牧师拢知影会出啥物状况已经有甲恁讲，真感谢上帝咱正和街的摊贩已经消失了你有感觉足欢喜无？已经无摊贩伫遐已经互取缔了后，拢已经有停车格开放互大家使用。这个摊贩无一定对因的生活来讲，因为即几年疫情的关系，因的生意嘛不比较早所以本地有3档，后来变剩1档，后来迄档嘛真坚持要做啊，总是咱的检察代理讲，就是要画格子所以伫9月15号已经如期执行求上帝施恩引带，互咱的教会门面会当搁较好势今仔日主题叫做饶恕今仔日是开天窗所以我代替林牧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周报不是虽然写他的名字，但是是我好，咱基督徒的生命目的是要活出上帝的疼基督徒的目的是要活出上帝的疼，但是这疼的内面，这疼内面包括会斩除真大它包含的层次很大，其中最重要就是饶恕如果没有饶恕，是不能活出上帝的爱所以你若无饶恕，你无法度活出上帝的疼，因为安怎？要安怎讲？因为咱拢是罪人，咱拢是罪人。虽然有人被封做圣人，有人被封为圣人，但他还是罪人。这是个本质是不变的，这本质是无变的这本质是无法度改变。罪人必须要有上帝的疼，去上帝饶赦咱才会当得到饶赦。所以咱是罪人，咱需要互饶赦，所以咱嘛需要去饶赦啦。听耶稣无啥物困难的代志，困难的是你敢有法度亲像耶稣疼逐种的人。耶稣所疼的人是当时法利赛人，这是讨厌的人。所以耶稣迄样讲，你为什么甲罪人做伙？你敢要去杀甲因兜大？迄人是歹人的。耶稣讲，我要去恁兜大，人就甲伊讲，耶稣，你为啥要去甲歹人做伙？所以耶稣拢是甲一寡税吏、三教九流的人，甚至是被隔离的人，像麻风病人，一个生皮肤病人，即皮肤胎哥的人，台语的圣经是讲胎哥啦，但是华语圣经是讲麻风病人。那说甲遮的毋是真正常的人做伙，但是听真困难，就是讲，咱敢有法度亲像耶稣疼逐种的人。今日圣经讲，你毋帮人煞上帝就帮你煞；你们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帮人煞，上帝就帮你煞。因为咱是对罪去互上帝甲咱拣选、甲咱救起来的人。愿上帝帮助咱。今仔经文强调就是饶赦的重要。什么是饶赦？饶赦是什么？这位想看卖啊？饶赦英文叫做 forgive， 给予。forgive 就是给予。英语叫做有一个英语叫做 forget，F-O-R-G-E-T， 袂记得啦。所以饶赦嘛是爱互咱 forget， 以及 forgive。所以咱先袂记得遐讨厌的人，然后你将疼
来施恩予伊。原咱的中间拢充满着疼甲交涉，这非常对咱来讲，对教会来讲，这是非常的重要。对基督徒的生活来讲，这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神帮赞，互咱来饶赦咱无法度原谅的人，将饶赦当作礼物来送互对方，嘛送互家己。forgive 给他以及给予，饶赦嘛是一种讨放。所以你有原谅对方，就是要追求报复。对咱的心理来讲，对伤害咱的人，咱哪有可能甲袂记得？已经是刻骨铭心。伤害咱的人，咱一定是永远记伫心内。要报仇。所以饶赦是这伤害过程，拢交伫上帝的手中 ，forgive 交伫上帝的手中，咱嘛甲伊 forget， 甲伊袂记得。所以今仔圣经讲，所听兄弟也无得为着家己伸冤，着抡去较好，因有记载讲，主讲伸冤在伫我，我要报应伊。圣经讲安尼讲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主为我们报应他，而不是你自己去执行。所以古约圣经记载约瑟的故事，约瑟做甲大官，伊会当甲伊的兄弟，甲伊10个阿兄，甲伊处罚。但是约瑟竟然无安尼做。约瑟心内可能嘛真怨恨伊的阿兄甲伊卖掉，但是千万拢无想着讲，约瑟后来成做埃及的宰相。有一日，因既然为着要买米伫埃及内面的王宫的内面3件，所以当因上任的时，约瑟阿兄最后是非常的惊吓。因讲约瑟敢会报残累啊冤？约瑟会来抱怨吗？会来报仇吗？但是约瑟讲，我是恁的小弟约瑟，就是恁所卖到埃及的，但毋免因为卖我来到遮来忧愁、来忧闷，因为是上帝大声找我来，要保全恁的性命。约瑟竟然这样回答说：“我就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之先来到这里，我要保存你们的性命。这个是约瑟的心胸跟伊的眼光，这就是约瑟的心胸跟他的眼光，因为他没有怨恨他的兄长，他没有怨恨他被卖到埃及的事，他也没有怨恨上帝是这样的安排。有句话说：“谋事在人，但是成事在于上帝。”咱咧做代志，但是成就伫上帝。每一件事，咱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歹代志往往会变做好的事。这叫做有容乃大，有量才是福。所以后来约瑟甲伊的囡仔号名叫做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甲以法莲就是啥物意思？袂记得过去所受的苦，以及被替咱伸冤，只有天父为我们伸冤。我知影这个有一出戏叫做《新兵日记》。我后来发现，我当兵有写日记，我当兵真的有写日记，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写日记。其实这边的愈做愈快活，对吧？这边的愈做愈快活，破百了。我还在那里。跟你们我破百要退伍了，就是在我当兵的日记里面，我最后120天是我当兵最痛苦的日子，是我当兵最痛苦的日子，竟然是我要退伍的时候。我最近翻到我日记，我都快哭出来了。为什么？我的人生的遭遇我好苦啊！我新兵的连长是一个，然后后来就下基地、出基地，没多久换了一个连长来了，就在我退伍前120天，我搁剩4个月就要退伍，来一个新的连长，甲一个新的辅导长，
完全唔知影这连上的状况，竟然把这些老兵都调去盖工程。我每天都在那边搬砖块，然后搬扛沙石，然后就看二兵，看那些菜鸟在那边哦。那我们这些一些比较快退伍的就被抓去出公差，然后每天都这样灰头土脸，然后回去到连部啊，他们都在那边打篮球，我们在那边盖工程。我的日记就有写，我每天充满着怨恨连长跟辅导长。然后连长来到我们工地，就你们这些在干嘛？然后我们就忙得要死要活。盖完工程不是没事呢，我还要站哨呢。我日记就写，我今天工程盖完又回去站哨，然后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我那时候已经破百了，我快退伍了，我得要退伍啊！但是心纪念着我未来退伍要做啥物工作，心无法度思想，我即马伫遮咧做工程，我有没有考出来呢？我看着我日记我是那么痛苦啊！最后那3个月。那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记日记，那个时候是比较没有事情，连上没什么事情。但是我退伍最后那半年，我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写，甚至我要回来台湾放假，连长甲我讲：好，你好大回去，我要甲你调回来，我要叫你回来，我紧急把你召回。我有写，我日记就写得很清楚，我好害怕。我回到台湾，我被连长紧急召回。我很单纯的一个兵。连长说：“你赶回去，好，我都要把你叫回来。”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但是就是恐吓阿兵哥。对，我那时候我好歹也是个下士啊，但是我不敢抗命，因为我要退伍，我要保平安，我要退伍。我日记上有写，我跟辅导长说，只要我平安退伍就好。辅导长说：“你们老兵要什么福利？”叫阮所有的士官拢回去开会。我有发言说，我要平安退伍就好。我退伍前迄个月，还搁咧做工程啊。我日记写着，我身穿草绿服，满身泥土，回到连上。看到那些比我菜的人在那边打篮球、打电动，然后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最近我连上找到这失落的，组了一个群组，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时候我们在盖工程，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写说我当时已经破百，还在盖工程，你们呢？有些人都不敢讲话，因为他没有盖工程。盖工程是2个据点，那其他没有盖工程的就没有事情。那是我发生在我要退伍的时候，所以我真的是很痛苦。我的连长跟辅导长啊，然后其他阿兵哥就说：“班长，我给你现在辅导长的，他有 FV。”我连看都不想看，但是我看一看没关系。我也知道我连长在哪里，现在连长在哪里？第2任的啦，前一个连长是还好，就是最后要退伍那个连长，要退的那个连长跟辅导长。我看到我的老兵日记也是这样写的，我的老兵日记是安那写的，因为我知影我为什么知影新兵日记，你知无？因为爱情的代志，我想讲这新兵日记是咧演啥？我毋捌看过。原来新兵日记是安尼演的。后来我去看到我当兵有写日记啊，我就去把我的老兵日记拿出来，哇，充满着血泪痛苦。我还写了说我要退伍了，还发生台风，结果船延了2天才开，求上帝帮咱。我即马敢有法度，我嘛是选择饶下，我嘛祝福连长甲辅导长。
我嘛知影因有家庭，伊咧工作，总是这拢已经真做过去，已经20多年的代志咯，所以一切苦毒万分受气宣扬，若伫你的心中都真做恶毒，你爱对你的心中甲伊除掉。所以上帝爱除去咱的苦毒万分受气、宣扬诽谤，这拢是真负面的思想。这个情绪爱离开咱的心灵，才会当得到平反。所以咱主祷文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辜负赦免阮的。免我们的债，也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上帝爱赦免一个人的前提，就是讲这个人爱先赦免别人。我其实这边有发生一件代志，这是后来退伍的人甲我讲的。当时我退伍无偌久，还佫有甲这个弟兄跑者，还佫咧联同跑啦，同跑弟兄咧联络的时，伊讲连上有一个班长，姓潘家人，因为伊用改编去兵器练，伫兵器练共操兵、共电，甚至安怎了后，伊退伍结果遐新兵有。遐菜鸟有一天嘛退伍结果遐人找社会的人去甲伊拍，甲伊修理，了后这个班长用拍死。上社会新闻，我记得在1997、98年那个时候，在我退伍的1、2年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弟兄都有讲，说那个班长被退伍的人打死了。所以当你的怨愤、那个恼怒一直没有办法移除的时候，这会害死人的，这会害死人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用这个社会事件，甲咱讲，愤怒会造成命案，愤怒会造成真多无法度去挽回代志。所以咱人你爱选择交下，因为这黑暗的势力会真做毒素，一滴一滴。迫害人甲上帝的关系，咱来讲曼德拉的故事。南非的总统曼德拉，伊互关27年啊！我看到伊的故事，我的故事算小卡卡一个，所以伊互关27年，伊互历代互拍。我去南非有看过伊互关的所在，伊用刑罚的所在，所以伊伫遐，迄当时。伊就任总统的时，伊邀请3个要甲伊修理、要甲伊拍的即个咧管理监狱的人，伊邀请因3个来到现场，然后甲因敬礼。伊讲：我邀请你来参加我就任的典礼。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在场的人拢安静落来。曼德拉讲：当我行出去家乐的时，我早就已经是自由的人。我真清楚，如果家己若无法度将悲伤、甲怨愤留伫后壁，安尼我还阁活伫家乐的内面。我虽然已经自由我伫家乐受尽苦楚，迄种欺负，但是我即马行出去家乐以后，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苦楚拢一定伫家的内面，所以当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的时，伊讲咱是一个黑人甲白人对立的社会甲国家，只有原谅才会当提升家己，只有原谅你才会当升华你自己。哇，这曼德拉还蛮伟大的，所以我当兵退，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给忘掉，然后向前面来走。所以这黑暗的势力若无甲伊摕掉，我想曼德拉会成做一个报复的人。伊若为着黑人来报复白人，这个国家嘛无法度来成功。所以这曼德拉讲：你爱原谅数十年种族的隔离对立，这造成真严重贫迄个好业甲善食的差别，只有来原谅。互种族的对立、甲冲突，甲伊降低，所以这总统的为曼德拉的心情非常的震动，
叮当，伊做总统的时，伊甲所有总统府的人拢甲伊留落来，拢无换人哦，只有加请一个黑人做伊的秘书，安尼那点，其他人拢甲伊留来。然后伊阁留2个白人的即个政府的官员来替伊做代志。即2个白人有其中一个，就是进前有奉命令要来暗杀曼德拉的人，所以因为伊的宽宏大量，后来即个白人替曼德拉来动枪击。伊讲我较早工作是为着钱，但是我即摆是为着总统曼德拉。如果若有状况，我爱替伊来动枪击。阮上帝帮助咱，后来参加典礼有一个后来成做基督徒，因为曼德拉伊讲无人是因为带着万分来到世间，咱是因为伫即个世间有无共款的背景，才成做安尼。所以爱明白安怎去听，因为听比万分搁较容易进入人的内心。当耶稣互钉十字架的时，伊嘛描写边仔的即2个犯人。伊讲主啊，原谅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伊毋知。所以咱爱饶赦人，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爱求上帝饶赦咱的罪过，因为迄当时为着遐伤害人祈祷，祈祷了，咱就 forget， 忘记了这些事情，然后上帝就给我们 forgive 饶恕。嘛爱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些人，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成做和平的人。因为背负登山宝训，背负其中一项就是，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如果耶稣基督若毋是成做和平的真君，伊要安怎称做上帝的囝呢？如果咱信主的人，咱无互人和平，咱要安怎称做上帝的囝？愿主帮助咱，亲像耶稣所讲的：“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因所做。”愿主怜悯。如果咱的心若无法度饶赦，要搁怨恨，这个怨恨会成做一个苦毒。这个怨恨无法度对你的心中来脱离的时，往往会成做伤害家己的事。愿主帮助引带咱，愿主的话帮助咱，互咱活出饶赦品德。因为特别是咱教会服侍的时，咱常常提醒家己，哇，教会拢讲听，但是教会若无完全的听，就无法度来行头前的路。所以服侍咱爱彼此洗脚，亲像耶稣讲，咱爱互相同工彼此洗脚，这是要成全咱的关系。彼得讲主啊，毋通安尼，但是耶稣讲，我着的确甲你洗，也无安尼，咱以后就无关系啊。你毋免阁叫我老师，我嘛无爱收你即个学生。彼得带互耶稣来甲伊洗脚，即个洗脚就是互相的帮赞，互相的扶持。所以咱先爱带着即个手指，即个手指就是即个手指就是改掉即辈人，当人拢爱收起即个苦毒怨恨，受气宣扬诽谤即个指责的镜头啊。所以即个手指若挂伫遐，甲咱提醒，咱无遮的事来困扰咱。所以，着爱用仁慈、互相款待、尊忍的心，大家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内面来饶赦咱一样。所以，咱着用仁慈、款待、尊怜悯的心，大家互相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来赦免咱一样。咱知影林义雄伫伊的生命内面发生一件真重大的事，就是同一日。伊的老母甲2个双胞胎的细囝迄个凶手甲伊杀死，到今仔日，即件谋杀案嘛无法度破案。唯一留一个大汉查某囝叫做林焕君。林焕君伊甲我是同年厝，因为我有查过伊的资料，所以我几岁伊差不多嘛几岁。所以伊失去伊的小妹，甲失去伊的阿嬷的时，迄个年纪大概是我成长的年纪，所以伊讲有一日我转来到厝里，
就是1980年的2月28号，1980年的2月28号，民国69年啊。伊讲有一个青嫂的人进入我的厝，我放学的时，这个人佫甲我开门，这个乡手佫甲伊开门，伊就我入去厝，伊无想真多，就伫遐写功课，要读册写功课。了后乡手入咧伊的房间，就甲伊拄，一直甲伊拄，一直闪，伊的身躯向拄几啊刀，伫即个昏迷中间，伊向送去病院。后来伊知影讲我阿嬷甲我2个双胞胎的小妹拢过身去，伊哭甲毋知要安怎。伊讲我爱坚强，我袂当哭。小的年纪竟然甲伊讲，我永远袂当去哭啊！我为着老爸老母来活，我为着有一日，我要替我的阿嬷甲小妹安怎？你讲的伊嘛有即种心理，我一定大汉，我要杀死迄个凶手，我要替我村的人报仇。这是迄种的想法，互伊非常的无自由。后来到伊高中的时阵，伊信耶稣啊。对一个小学的囡仔到高中爱几6年，爱经过国小、国中，到伊高中的信主，伊的心慢慢啊开始转化，开始转变。伊开始流目屎，讲主啊，你怜悯我，你用目屎来医治我。有一日，伊讲我要赦免迄个凶手，我无要搁报仇啊！我开始饶赦迄个害我的迄个青嫂人，因为只有伊看到凶手，伊又看到凶手，所以上帝慢慢来摕起伊心中的怨恨甲苦毒。有真侪人问林焕君讲：你为什么要选择饶赦？你饶赦亏了是甚物？伊讲饶赦是袂当勉强的，伊毋是迄种勉强。伊若毋是讲因为耶稣基督疼我，耶稣安怎原谅人，我就学耶稣的样相甲款式，我无法度勉强家己去疼即个人。所以上帝伫我的心中做工。我就放下这饶赦的气力，所以原本你也看，伊是3个姊妹做伙大汉，但是最后是剩伊一个人。所以伊放下饶赦，互伊安怎？知影讲伊是迄个上帝所饶赦迄个人。他放下了饶恕，他就得到说：原来我也是被神饶恕的人。你讲你是互上帝饶赦的人，咱讲袂出来对吧？咱拢是互上帝饶赦的人，知影无？咱对家己讲，我是互上帝饶赦的人，所以我饶赦人，就是这个，就是林焕君的故事啊。他是有用生命，用家人的生命去换过来的，去换回来。伊较知影讲我选择饶赦，所以有一个人饶赦别人所造成的伤害甲无公平时，这是圣神的祝福啊。你若饶赦，你得圣神的祝福就哪多。所以这时愿上帝帮助咱。这时咱做伙三甲来想讲，耶稣为什么讲要70个7次？70个7次对来讲就是无限的饶赦，不断的饶赦。所以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去饶赦，无论是咱的家庭、咱的生活的过程。甚至我讨厌较早的老师，我较早讨厌迄个伫你生命中间甲你伤害的人，无论是甚物人，或者亲像我求平安天最后迄位连长甲辅导长愿上帝帮助阮我是有功人士呢，为什么？我伫连上是，我落基地是马上菜鸟啊。那时候我整个公差都是我们在出的啊，就是我们这批人啊。可是我们要安享晚年的时候，确实很痛苦很痛苦我们菜鸟的时候要帮老兵把风你知道吗？连长走出去据点，那老兵就在安官室那边看电视，然后我就在站哨听他们把风。连长来了，他们说一说然后我老兵的时候，我都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我没有叫菜鸟帮我把风，没办法，因为就在做工程。
站哨跟做工程，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哈。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饶恕70个妻子。无论在咱的家庭中间，过去安怎伤害咱，咱只有饶赦，只有饶赦。最后一首歌咱做伙来唱，好，着赦免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咱的天父就赦免咱。因为讲爸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伊毋知影。那么做伙来唱，因他活着。上帝找伊的爱的囝，人称伊做耶稣，伊受了疼，伊伫饶赦。伊对死搁活，互咱得到自由。因为迄个空的坟墓，就是咱得到活命，得到救的记号。互咱做伙来唱。神才爱子，人称他耶稣，他是下爱，一直宽恕，使你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神才爱子，人称他耶稣，他是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为耶稣活着，不再惧怕。你知道什么叫惧怕吗？你知道什么叫软弱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耶稣的时候，你不再惧怕。因为惧怕会让人担心，会让人忧愁。这个其实就是忧郁症的根源，在惧怕。忧郁症跟很多的躁郁，它很多大的根源是在于惧怕。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讲这摆囡仔有忧郁症，为什么有忧郁症？因为功课压力，伊惊，功课该底，伊惊，老师真歹，伊惊，父母真歹，伊惊，忧郁、躁郁，这是一天起来。所以，每一天的事，伊若无得到释放，你就是累积很多的惧怕在里面。不饶恕也会让你产生惧怕，因为你要很强的压制它。
愿上帝帮助咱，咱搁最后来唱最后一届，因他活着。一生才爱子，人称他耶稣，他施下爱，医治宽恕，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主愿你会听伫阮的中间，愿你的爱来扶持帮助我们，让我们熟记你的话语，让我们知你的话深深来帮助，让我们知饶下人会得到福气，饶下人要得到主你的饶赦。主啊，恳求你，让我愿意为着你来背这个十字架，就是我愿意饶赦人的过失，就是我的天父嘛要赦免我。主啊，恳求你，如果我若无赦免人，安尼天父要怎样赦免我呢？上帝啊，主啊，恳求你的灵来帮助，使阮伫阮的生命的中间，将这的万分苦毒、生气、宣扬、诽谤，甲这恶毒，拢对阮的生命的中间甲伊夺去。非常的困难，总是阮看到曼德拉，阮看到林焕君，因愿意伫因的生命的中间，将过去苦毒因以及伤害因的人，伫因的生命中间甲伊夺去。这才是真正的饶赦，互阮学习这个功课，因为这个功课非常非常的困难。主啊，恳求你，互阮彼此相听，愿上帝你的灵踮伫阮的中间，嘛踮伫阮的教会，正做起做教会的根本，就是主你的听。因为主你的听，互阮知，阮得到主你的怜悯甲赦免。主啊，恳求你施恩予阮，因为主你永远我，因为主你搁活伫阮的生命内面，予阮无惊吓，予阮无将这的事甲放伫心内，予阮伫生命中间过去所发生的人，阮嘛伫伤害内面有真侪无法度原谅的内面。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因为阮的生命需要用头前来跑走，就我靠主你的圣心，甲主你的主爱，将这过去伫阮的生命中间伤害阮的人来饶赦因。愿主你听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真感动。好，咱做伙来吟回应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记得咱做伙来吟全首。我
谢主，请坐。接着，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即献的同工来即献。你若是头一届来无明白上帝奉献的旨意，你会使渐渐卖奉献。现在，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坐。接着，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周报的正面下骹边，咱家己读2遍。请各用灵珠3款态，存怜悯的心。大家三写面，亲像上帝伫基督捌写面顶一样，各用珍珠3款态，存怜悯的心。大家三写面，亲像上帝伫基督捌写面顶一样。以弗所书第4章32节。接着，咱来欢迎甲报告。遮有2位。头一摆来的兄弟吼，头一位是董建甫，是不是？好，欢迎。伊原底是真道教会吼，已经受洗了吗？有吼，欢迎。第2位是郑如纯，歹势。阮也是共教会，真道教会，好，欢迎恁来。恁是你们2个是不是做阵来的对？哦，好，欢迎欢迎。好咱来吟欢迎的歌吼。拢是一家人吼，欢迎大家做伙来吼敬拜咱的上帝。接着，咱来拍开周报，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今仔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学院的宗旨是以圣经培养信徒伫即场为福音做见证、教育甲信仰栽培时间。
教务的进修、校舍整建工程等等，兄姐请关心大岛，奉献支持。本会这已经换掉啊吼。本地是怡娟牧师吼，今仔日开天窗，所以咱的牧师吼代打。第二，本会信职奖学金的申请吼，这已经公布足侪届啊吼，请家己来看。第三，9月25日伫后主日吼，本会伫礼拜中将要放送宜兰五节教会建堂募款的影片，吼，因为因疫情的关系吼，不便前来吼，邀请大家为着需要甲欠缺集体教会代祷甲奉献。第四，各单位请伫9月25进前完成明年度动工的改选，并且将名单以书面交予牧师吼。第五，9月25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9月份的中职会，中职动工请备办心。第六，10月2号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吼，各中职甲各单位请备办。第七，第四季10月甲12月学赛轮值表已经公布，请各位同工注意你个人的学赛项目甲日期吼。时间上若无方便，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爱通知办公室吼。第八，教会议决小会议决吼，举办教会复兴领袖营吼，对11月4日到5日2天吼，地点伫万里的挂彩镇教会营地吼，伊的对象是中职团契会长甲干部，甲主日学校长甲老师，圣歌队队长甲干部，甲各团契辅导。报名费用是1000块，即日起到请干事来报名。第九，因应教会未来事工的扩展吼，教会议决举行教会志工的训练，招募愿意参与教会外展甲服务人群的吼，意者请咱的干事报名。第十，每礼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吼。第11，会计报告吼。8月份收入369726块，支出236761块，结余132965块，吼。欢迎新朋友，通主已经有欢迎过吼。咱即马来团契消息，当新团契消息，第一，今仔日台语礼拜煞伫1楼举行9月份的例会，甲明年动工的选举吼。第二，9月24号后礼拜六要应该是即礼拜六，吼，要举行对神而来的听退休会吼。地点是去到苗栗花路农场，东间顶部的7点，伫罗州公所准时出发。第二，主日学。第一，今日的华语礼拜日以后伫2楼举行主日学的例会吼，请老师甲同工备办心。第二项是9月25日吼，幼园是要举办升级的礼拜，要迎接正级生吼，甲番送毕业生送到少年的团契吼。第三，少年团契，少年团契伫9月25礼拜日吼，台语礼拜结束，伫1楼要举行例会，甲明年的动工选举。第二是9月30到10月1号吼，有退休会伫嘉义的梅山太平云梯吼，主题是我的4名的歌吼，其他的家己看，伊会员吼1500，吼，费用1500，家属甲其他的会友3000块，伊费用包括三餐、保险、车资，吼，报名请洪春爱姊妹，洪春爱姊妹有伫个无？有吼，伫遐，
好，搁来机体相通吼，请为着肺炎甲遮吼气候甲战争甲脏暗吼的天灾地变吼，甲为着咱青少年，甲为着咱有艰苦悲痛的兄弟姊妹吼，咱伫咱的灵修的时，提名为因代祷吼。再来是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吼，9月24礼拜六吼，即礼拜六，台北中会吼，伫个三芝海滩净滩活动吼，有报名的兄弟当天吼是8点半8点15吼。伫教会门口集合上车，也穿较轻便的吼，你的雨衫、你的太阳帽吼，你的茶水爱传互交。第二，10月1号顶晡的9点到12点10分吼，咱台北中会有举办进阶中职训练会吼，伊的前提是中职的角色。地点是万家教会，今仔日报名查址，所以爱紧吼。第三，10月23到24吼，咱台北中会教社部要举办一起影响新未来吼。这是有关高龄关怀事工教会同工的培力课程。吼，地点是新路金赞泸州饭店吼，费用是1000块吼，请踊跃报名。以上，接着咱做伙来用买便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吟全首。徛伫领受牧师的教导。咱做了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整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